份，西洋哦，西洋的咱咧讲迄个希腊马赛克，马赛克意思是讲用迄个拼装的，用迄个瓷砖啊，咱倒起来有无？倒起来，所以咱迄阵到这民国20年左右迄个咱台湾人较好起来，你起厝拢用这，用迄瓷砖，拢用瓷砖，即摆无人咧用，即摆拢用迄个做顶挂迄款。迄时代无共款，所以你看就知影即间厝头当时起的，看就知影。咱看它的什么？看它的建筑，看它的形，那整个那个整个，你看伊毋是用茶起的，就是你用迄个钢筋水泥起的，一定最近的迄个嘛，无可能古早的，你看就知啊，旁边有一间，有一间迄个好像迄个塔，这边像这边这间，这是钟楼，钟，我们的暮鼓晨钟，暮鼓晨钟，这边更钟，这边更鼓，这边更钟，那边更鼓。那你有迄个交杯神明要来进香，要来要来进香的时阵，还是要来迄个焚火的时阵，他要打钟打三鼓一钟，三鼓一钟，接是，接是。咱这要走啊，用咱对啊嘞，四鼓一钟，四鼓一钟上时。咚，听。听伊咧讲，这知啊，这是接是，还是要上时。这内行，大家有啦。三鼓一钟，人家要来，人家要来去欢迎的，四鼓一钟，老板等的，去上街。大家有啥问题无？你要遮阳一下。辛苦了你辛苦了啊，学问丰富啊。这个几雄，真的专家。谢山感先搞一下哈。谢山是它特点在哪里？谢山它就是一个格局而已啦。像咱那边是啦，我们三合院用的是燕山、玄山而已啦。它若写这个标，这个标它是用谢山的。皇宫呢，皇宫它是用的是福建的。这看迄个紫禁城有无？北京紫禁城迄起的迄个福建，迄个无共款啦。那个等级不一样。它是一个名词了，它就不是一个东西。那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一样。所以我去高雄火车站那是封建式，这样子，然后好像是准备期待，高雄真的很准备期待。没有，像我像薛山、玄山、印山搞得不太清楚。薛山、玄山、印山，它到底燕山、玄山、薛山、福建，那个重演你看，你看薛山，它的重演都嘛这样，重演嘛，这个要注意的是讲呢，咱你看啦，庙是一定拢用红的，咱地水一定用红的，红中黑多处，你若迄个民时啊，三合院你就用黑的，你看你爬到来。他名叫红庙名这地名拢同款，红色个有不错，他名将军。庙那个。太奇怪，在多少？现在有加糖哦，加糖球，当然不是。这球啊，叫多少？
我们调个风格。哦，这神龙哦哈。大手工啊。快点。你讲啦，你讲我听啦。哪有你讲啦？老师叫你坐，老师叫你坐。阿小公公啊，阿小公公，小公公，老师叫坐。他们挂那个当机哦，那当机去打，他拿的那个他拿的那个手上拿的都不一样。他如果是要请东方的话，东方他拿的是7000件表，哦，然后南方的话，南宁的话啊，南宁就是会请他们出来帮忙啊，哦，也请那个东西他们得这样的，他们那个兵种哦。更容易去来帮忙。刷衣杆嘛。哎，那这个是南方在这边是刷衣杆，哦，背青背板边，哦，它是这样子。那南方是红色，所以那个是红色。西方是白色，哦，北方是黑色。哦，都不一样的哈。我们一看哦，那这个讲食久哦，迄个知我看这上面写的，知讲这对。哦，爱看写的菜。是看豆也行啊，是看豆也行。林先生好厉害，这样都是代表色。红色的，红色门面了。一样嘛是啦。一样嘛，嘛是啊，蓝是红的嘛，所以一样红一定红。红色的，它有点领旗嘛，还有那个令旗啊，哦，令旗也是有五支嘛，哦，另外，哦，那个神人它有，它背后都有那个靠嘛，哦，靠旗，它看的是它用的是什么颜色的，它拿出来是什么颜色的，就代表他要请哪个兵营出来帮忙。哦，伊来看，啊，或者看伊摕啥摕刷衣剑啦，啊，摕月宝啦，哦，啊是摕迄个哦7000剑啦，哦，都不一样，这两都不一样。哦，哦，而且头迄个铜棍啦，哦，他用的都不一样，所以这是比较久一点的啦。我自己的都是用大概用两张。它这个男女不要太靠近那个就不会了。早期就做起来了，啊，用的是那个清水庄，啊，清水针，啊，清水针而已啊，而且它这个屋顶本来也是用承重墙，哦，就是讲伊的顶管的迄个花，后来20岁以前迄个墙啊顶，哦，无讲做迄个啦，哦，这不是很即摆很现代哦，那是现代哦，路林啦，即个我较现代，就讲较细间，哦，较细间啊，较水点，哦，较水点，无像这比较知道是比较早期的，哦，比较早期的，哦，较坚固的啊，都用的啊，要5几年了，很难了。现代的都比较小。这早期的都很庄严很大的，那个庄叫做清水庄。天管是八仙菜嘛，那才管菜。哦，中间那个就是南极仙翁嘛。现在有人讲有用。看见了9个，中间的就是南极仙翁。哎，我们到时那边看，哎，南极仙翁的。哦，这八仙菜，中间是南极仙翁。对啊，每一个师人那个做起的不一样。做起的不一样。蓝彩鹅是那个是什么动物啊？蓝彩鹅？那冷掉嘛。它的灵龟哦，蓝彩鹅那采的那个8仙里面蓝彩鹅。应该是吹笛子的。吹笛子含香竹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介绍一下，第一个不知道。从左边开始啊，含香竹。含香竹，再来曹国舅。你讲上面讲下面，第一个是下面是曹国舅，哎。
曹国就骑大象，韩湘子骑那个麒麟啊。麒麟嘿，麒麟，他叫麒麟。后来是吕洞宾哦，吕洞宾骑马嘛哈。后来是那个是钟离权的，钟离权骑麒麟哦。那哎，这两个是，那个是什么麒麟？应该是差不多的。那个狮子吧。后来哈，那个南极仙翁骑鹤了哈，仙鹤了。后来是李铁拐骑老虎了。后来那个是何仙姑骑鹿了，何仙姑骑鹿了哈。后来曹国有张国老，张国老骑驴，张国老骑驴了，驴啊哈。后来蓝采和骑了，那个是灵龟还是什么？对对，你看那个龙身。第一个他说，第一个是那个是不是灵龟啊？不清楚嘞。那个那画那个样子像龙。